本港首間中醫醫院成立，為中醫治療揭開新篇章。中醫療法點樣結合西醫專職治療，協助中風病人復康呢？針灸之後進行熏蒸藥浴等密集式中醫治療，又點樣幫助治療複雜病症呢？為婆婆治療嘅係有天津中醫藥大學針灸專科博士資歷嘅中醫師鄭建剛。你好，你好。手指有些握固比較緊的，自己打開都比較困難。好，謝謝。佢話好多中風病人喺急性期過後都會留低後遺症。通過特定針灸療法，疏通中風病人嘅經絡。作用是什麼呢？一個是醒腦開竅，第二個是疏通淤堵的這個經絡，疏通經絡，還有一個是補益肝腎。這個時候給無論是精神狀態啊，還有他們這個肢體運動啊或者感覺的一些個障礙，都會有很大很大的幫助。試下自己抬個腳，使勁抬，哎，抬得越高越好。療程當中，醫師仲為婆婆做艾灸，目的係以溫熱刺激穴位，通經活絡。拔罐透過負壓活血化瘀，舒緩婆婆因為行動不便造成嘅腰部疼痛。完成中醫治療部分，緊接做物理治療。進行嘅包括運動治療，仲有言語治療同訓練一啲日常自理嘅動作。慢慢嚟，唔好咁大步，唔好咁大步。往前向前，揈隻腳，往前，手腳上。中醫中藥，佢做咗佢針灸或者其他嘅艾灸方面咧，佢將佢嘅體質虛弱啲咧改善咗，改善體質之後咧，咁佢接受西醫嘅治療，包括咗例如做運動、行路運動，佢可以幫助佢喺呢方面可以做運動嘅時間都長久啲，整體冇咁虛弱。慢慢嚟。遇上突發情況，住院西醫都可以即刻進行急救。西醫嘅物理治療過程突然間有急嘅變化，包括咗再中風啊各方面咧，咁我哋有西醫即刻去評估佢，需唔需要去再去要電腦掃描檢查啊，或者其他嘅方面跟進，我哋都確保病人整個療程安全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呢種形式咧，就係中西結合喺呢邊比較精髓啲。本港嘅公營醫療體系10幾年前開始試行中醫西醫協作治療方案，做咗成8次，理解。針灸啊，艾灸啊，而家個手中醫醫院院長卞兆祥認為，喺發展過程當中，中醫師同西醫都喺度不斷磨合。加油！中醫西醫大家都覺得係兩個唔同嘅系統嚟。今日中醫講風火痰啦嗰種，西醫講咩咧？中風係血壓高啦，腦出血啦，咁啊或者腦缺血啦，咁啊係神經功能障礙噶嘛。咁啊中西之間大家去睇到咧，嗰個溝通嘅語言咧係唔一樣。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我哋要一個都要實質係病人身上操作嘅需要。我哋講臨床嘅證據，一啲其他病人嘅證據啦。用針灸嘅方法加埋物理治療嘅時候咧，其實對病人復康會好啲嘅喎。咁係要呢個指引出到嚟啦，等佢得到最大嘅低於最安全嘅情況。大家希望嘅結果咧，都係朝住佢幫到病人復康呢個角度去做呢件事。佢話：除咗中風後復康，好多專病都能夠以中西合璧治療。啲比方濕疹啦，一啲椎間盤突出。一啲頸椎病啦，一啲網球肘啦，一啲婦科嘅不育嘅情況啦，一啲腫瘤嘅復康嘅情況，我哋有中醫師啊，有西醫啊，有物理治療，有職業治療，有護士，有藥劑師。咁啊，中醫本身跟西醫本身係每一階段咧，佢都有佢自己特長嘅地方。從病人層面嚟講，我哋希望幫到病人。從業界嘅發展嚟講咧，我哋都希望係用一個平台咧去推動中西之間嘅協作。你好，你好。
而家狀況覺得點咧？始終仲有少少咯，壓住啦。佢係65歲嘅黎生，4個月前因為右手麻痹嚟到中醫醫院求診。負責嘅中醫師係呢度嘅副院長張振海。佢喺本地修讀中醫學士同碩士課程，再到廣州中醫藥大學深造針灸推拿學博士。中醫骨傷科係佢嘅專長。我本身咧係移民，放假咪釣下魚咯。有陣時休息同埋啲同事啊，飲下酒啊，飲下啤酒，吹下水咯。1年前左右到咯，嗰隻手好似俾電咁樣，初痛，我又好抵得痛嘅，拖痛咧就唔係好發覺嘅，久唔久痛下。有啲陰痛啊！經診斷之後，發現問題源自頸椎。我都會做一啲壓頸嘅試驗，睇睇個神經壓迫嘅情況啦。而我哋中醫咧都會結合翻而家我哋 X-ray 啦、CT 啦、MRI 啦，甚至現代醫學嘅一啲專科檢查。咁我哋就會推斷翻呢個病人究竟應該用中藥啦。中藥我哋會分內服中藥或者外敷中藥。我哋針灸啦係針刺，繼而我哋中醫骨傷嘅推拿手法、正骨手法。針對頸部嘅痛症，黎生已經接受咗多次嘅針灸治療。呢一日佢獲安排日間住院，做全身中藥分蒸，加強針灸效果。張振海話喺足夠嘅條件下，現今嘅中醫治療變得多樣化，亦能夠處理唔同複雜嘅病症。針對我哋啲痛症啦、慢性嘅痛症、關節嘅患病，甚至乎係一啲中風康復嘅一啲肢體嘅康復，睇翻個病種，按判定中醫主診啦，繼而有西醫嘅會診啦。痛症，我舉個例，可能係一啲腰椎間盤突出症，係急性嘅疼痛，係行唔到、走唔到，係痛到夜晚瞓都瞓唔到。我可以能夠用一個密集式嘅治療去幫助佢。我哋常規嘅中醫針刺、艾灸、拔罐、推拿，而喺呢個基礎上，我都可以做啲分蒸藥療等等嘅治療。咁我治療個項目就唔單止1-2樣，我可以比較多樣化。繼而咧，我哋可以匯合埋我哋嘅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團隊啦，同埋言語治療團隊一啲專職醫療團隊咧，一齊為個病人去服務。咁我哋亦都會有營養師評估啦，去幫助佢分析翻佢營養嘅狀態啦、吞嚥嘅狀況啦，甚至乎係處方睇一啲飲食嘅建議俾佢啦。結合埋我哋中醫嘅食療嘅時候咧，相互去做咗唔同嘅複雜嘅中醫治療。擁有幾千年歷史嘅中醫醫學，背後係一套完整嘅醫療理論同系統。喺以西醫為主流嘅醫療體系上，中醫亦都不斷冒起，發揮佢嘅角色，喺輔助治療上為病人帶嚟希望。在呢度繼續做下咯，係嘛？希望行得咯，希望行得到去廁所唔使人扶咯。中醫係我哋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嘅。西醫角度嗰啲又唔係嗰樣嘢，我哋中醫有噶嘛，龍璇啊乜嗰啲噶嘛，所以一定要嚟睇中醫。中醫就有藥食啊，可以慢慢調理。業界就希望中醫醫院累積更多臨床經驗，等中醫業能夠更全面推廣同應用。我哋講由門診到日間到轉服務呢個部分。咁咪就話等於係整個醫療板塊當中，中藥真真實實融入公營醫療體系內。我哋都希望用呢啲中西協作嘅方案，可以影響到其他嘅國家、其他嘅地區，咁啊改變翻呢啲病症治療過程當中一啲通常做嘅方案，咁啊幫到更加多嘅病人，咁變成一個香港 model 咧，會影響到其他國家。